到不止咧係。嗰條電線咧就由下至中至上直接播。松山呢個著名嘅方丈叫釋永信嘢咧，就 very interesting 啦，係嘛？有得跟啊！我哋叫做最緊要係唔好有得跟，所以咧就即係呢啲咧再講落去咧，可能觸及到咧好真係好啲好禁忌。你講啊嘛 ，Donald Trump 個破產啦，破產完做美國總統㗎嘛，係咪先？生意人破產有乜問題啊？幾多英國佢曾經破產啊？係嘛？點解？覺得佢係咪一個真係嘅商業奇才咧？呢啲咁嘅人咧嚟追數，中間咧有好多咧就五位運財加老鼠偷人啲運咗去美國，咁後邊呢隻金主建德註冊公司咧個董事啊 director 係由你後邊啲白手套代持嘅家庭。咁過咗河咧，咁呢條橋需唔需要咧？係200幾間呢啲咁嘅重利係個天揀重利。點解跟個天冇一個全部都係咁啊？幾乎全部都係鳳凰衛視、劉長樂係咪一個咧文化嘅？怪得個個都要送去英國讀書啦，係啊！我有個愚蠢問題啦，就想問下。其實宗教去揾錢咧，呢樣嘢咧，中外咧都有啊。其實好似你話星雲大師有咁嘅西來寺台灣有佛光山另外有甚至美國都有好多唔同嘅呢啲宗派組織。有。对。